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20萬樓下有咩錶可以買，10萬樓下有咩選擇呢？咁我而家手上揸呢隻伯爵咧，其實係公價18萬幾啦。如果真係買到手12萬就可以買到噶啦。咁佢自己係伯爵，有chrono，有兩地時間啦，亦都有計時啦。咁同埋佢個錶頭都大嘅，所以而家呢隻我覺得幾值得買咯。因為佢公價18萬幾，但係而家大概12萬就可以買到噶啦。另外想同大家介紹呢隻係 Omega， 個特色係咩呢？佢個背後面嗰啲時間嗰個位置咧，全部都係啲寶石位嘅嚟，成隻原裝18K 黃金。咁佢都好重嘅，你知金價都咁貴啦，佢80克金嘅，所以呢隻係極力推介俾大家。佢係貝殼面彩寶，再加上有原裝寫圈，成隻金錶好啱戴嘅。咁另外呢一隻咧都係星座，咁但係咧佢就係朱古力面。咁呢隻朱古力面咧就係又係寫圈啦，朱古力面啦，咁金重都係一樣80克左右。如果大家唔嫌重嘅話，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好嘅選擇。